来看高一的检验医学部伫4天前捌防质疑讲，帮警方验毒品几啊届甲3级毒品换作是2级毒品，当事人请求国家赔偿，嘛造成国库的损失。也毋过高一声明表示讲，因并无失误，嘛强调讲因的实验室拢有经过认证。 法院书写着民众请求刑事补偿，同意刑5万块，另外一件只是判赔26万7千块，这两例拢是冤赔。代志起因是伫2020年，高雄甲屏东警方委托高一验毒，有几届出现3级毒品判作是2级的毒品。文凭协会掌握有超过20件相关的案件。其实这20几件，我们观察到，它也都是由检察官来发动再审。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台湾很进步的一个状况，就是由检察系统来自觉的发现错误，来重启调查。 协会表示，当时防判有罪，后续拢由司法机关发动庭审，代表是台湾的进步，嘛有可能会有更较侪冤狱的赔偿。强调毋是干那目前这两件，但由政府来付赔偿金嘛，等于是全面买单。不要全民反攻的，应该是跟医院更多的机构来辅助做检验，可能这样是会比较精准一点。毒品的检验其实在国内可以帮我们检验的单位很少。 然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，他愿意来帮法院做这个毒品的化验，其实他们的出发点真的是善意。高一即是回应代志，伫2021年12月中有新闻报道的时阵，病医就捌讲过完整的说明无误判的代志。事件了后，实验室是积极来协助着政府检验更较侪新的毒品，嘛有定期更新着因的相关资料库，加上会观察着国内外流行的新兴滥用药物。 实验室有持续精进检验的方式，嘛向中央申请着检验机关认证，去年12月1号已经通过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